位点传师、各位讲师，大家好，我是印度的道经李伟伦，这是我们南印度的主的活动。感谢天人师的，感谢白水上帝，感谢无数菩萨慈悲，感谢你的点传师15年前来印度开放，我们才能得到宝贵的大道。我是大概2018年去台湾学中文，还有学到住在佛堂里。这次因为我父母生病的关系，我就回印度了。现在印度情况的肺炎真的非常严重，我血也被感染了。大概5月25号的时候，我去检查那个 RT-PCR test， 我血的 CPG 是那个16，有一点高，我一直有发烧、咳嗽，还有肚子痛，还有拉肚子，全身体真的没有力气，不能呼吸，真的我都在床上，我的血氧是大概95。我医院其实那个时候很多人感染了，医院没有装备，所以不能住在医院，所以我都在家里。可是我是觉得我快要不行了，但因为我有做到，我一直用三宝，我就提供老师慈悲，真的帮忙我。台北的点传师还有讲师知道我的情况，所以他们立即发动单指讲师为我诵经祈福，还有突然才是功德回向给活水，还有大家一直为我加油，这个人我真的很感动。还有些我们的佛堂的讲师，他也是医生，他也是让我怎么治疗。还有每天我听到有些人去世的故事，我是消息让我真的非常害怕。而是因为台湾的天神一直为我诵经祝福，大概1个星期之后我的情况变得好多了，2个星期之后我完全好了。我真的非常感谢台湾的点传师还有讲师一直为我诵经祈福给我选，因为有他们的祝福，我就马上让我真的走入康复了。还有我送我的信说，道是真的非常好，道是真的，道拯救了我。我知道这次我生病的是具有生命的，我会随时跟着老前人还有点传师，我立志为讲师，我一定会更努力学到还到，一直到我的生命结束。我当然会度很多印度人做到好大天人师的点传师慈悲，真的非常感谢大家，谢谢大家。